学校开始下热咯。台中清水区的大秀国小连续第2年安排着5年级的学生伫校园内进行着爬树的体验，就是要鼓励囡仔行出着户外去活动。地头开大锁啊，甲刷来出来伫爬，有人一困啊就爬去树仔顶啊。清水区大秀国小连续第2年安排5年级的学生伫校园内爬树啊，这款体验让学生囡仔感觉真新鲜。以前爬树的时候，就差不多就爬一半就不爬了，现在我爬很高，我就觉得很好玩。校方特别请专业的教练来指导，教这囡仔学基础的爬树的知识甲技术。这也是为什么说攀树它的价值的存在是在互动，还有跟大自然的亲近跟结合。校方嘛表示讲，除了和这学生囡仔亲近大自然，买当互因有一个难忘的校园回忆。就是说我不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